会当安静咱的心，咱等下要做伙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上帝互咱陪伴心来敬拜伊。咱也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无论是担任什么款的职分，咱拢求上帝信心来引带，互咱所有的人会当诚做一人，互引带所有的百姓来到上帝面前。咱也为着还未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上帝互因会当紧紧来到咱的中间。搁较重要的是，咱今仔日要做伙来献上美好的祭，要献互咱的上帝。所以咱只是为着咱家己，也为着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主上帝，因带带领我，祝福我当安静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主你是，我独独要来敬拜你。也阮的主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伫主日的早起，阮用感恩的心，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主，阮恳求你的信心指示，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主，互阮真正是会当将家己的心拍开，领受信心的引带。主啊，互阮会当降服伫上帝你的面前。主，我嘛要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无论担任什么款的职分，主，互阮互信心引带，放落家己，诚做一个人，会当将你的百姓引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独独要甲你相拄。主，你家己的信心就亲自阮每一个人来讲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阮毋但要甲主相拄，领受对上帝来的引带甲教示。主，阮嘛要爱伫敬拜的中间，将家己献上。主，你来装备阮，你来使用阮，互阮每一个人愿意降服伫信心的引带。主啊，阮嘛要恳求你保守还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互因的脚步平安，来到阮的中间，甲阮同心合意来敬拜上帝，互阮会当做伙献上芳芳的祭，互你来欢喜。主，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引带阮，也陪伴阮的心，来强守上帝你的话，也强守上帝你伫阮心内做工。主，阮只是将家己摆列，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万国啊，着学乐上主；万民啊，着学乐伊，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上主的信息永远存续。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这时，咱们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1首 A01。上帝真正是我上帝。圣诗21A 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感谢你为年头到年尾的保守甲带领，互阮行过逐项的经历甲际遇。过去的一冬，你互阮伫这方面经验你的同在。充分体会你的恩典是有够用的。另外一方面，阁互阮常时看到家己的无足甲限制，会当互阮伫新的一冬继续活伫你的疼中间，继续追求甲成长。亲爱阿爸爸，求你互阮抱着信心、疼心甲毋忘伫每一天的生活。继续做福音的见证者，并且传扬你奇妙的救恩，帮助阮有一个较无你的心，就亲像鹿较无溪水，互阮生活伫你国度丰盛内底，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恳求你祝福阮每一位牧者、中级甲兄弟姊妹，补足阮的欠缺。若有身体欠安的，求你医治；若有心灵无平安的，求你用你的平安来填满；若有财务欠缺的，求你赐下玛纳，你有供应丰盛，住伫你的内面，的确要得到保障。
由主祝福上联教会甲正教会福音的工课，互阮会当存圣洁的心来服侍你，互阮嘴所讲的、骹甲手所做的，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莫互阮会当有同款的心志，将福音传到地极。特别祝福阮的牧者甲因的家庭身心灵拢勇行。求你来祝福阮的国家台湾，虽然环境阮目睭看有危险，也毋过你的稳定甲平安伫即片土地，甲生活伫即片土地的人民，求你互有权利的，无论是伫啥物积分，拢会当无求家己的利益，所做只为台湾。我们为这个世界来祈祷，伫这个国强打国，甲面临侪侪灾难的时代，求你的灵来掌权，赦免阮的罪，你的公义甲怜悯临到每一片受苦的土地甲人民，求你恢复你所创造的模样。阿爸爸上帝，阮安尼祈祷无够野，要坐声用主祷文做伙来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出阮伫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要做伙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25篇，也是诗篇121篇，伫圣诗后面的第39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你是太阳无上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学老是要请圣歌队来学老，要吟的诗是天赛活命美娘。
感谢圣歌队所献的诗。这时，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有3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14节。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亚伦讲：恁着用这个月做恁的正月，做逐冬的头一个月。恁着对以色列的全体会众讲：这个月初十。大家人着照家庭准备羊仔，一家一只。若厝里的人少，一只羊仔食袂了，就甲隔壁厝边做伙准备，照人数，照大家人食的分量准备。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选一只一岁，无欠点会公的羊。恁着将羊仔留到本月14。伫黄昏的时，以色列全体会众着牵羊仔，因着赶一寡火，我伫因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徛甲门楣，迄暗着食羊仔的肉做火烘，甲无甲饼苦菜做伙食，袂食青的，甲用水煮的。肉着甲头骹北来做伙烘来食，食的拢袂通留到过工后早。若留到过早起，着用火烧掉。恁食的时，腰着下咧，下着清咧，手着举悬，举管啊，嘛着赶紧食。这是上主的盘过节。迄暝，我要行透埃及地。拍死所有的头生的，无论是人也是精生，搁要审判埃及所有的神明。我是上主。恁若伫恁的厝抹火做记号，我一个看即个火，就会对恁遐搬过去。我拍埃及地时，毁灭的灾难袂临到恁。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2章5节到51节。以色列众人就照上主命令摩西、亚伦的话去做，就伫迄日，上主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出埃及。第3位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到第8节。旧的甲着除互清气，恁才会成做新的面丸。事实恁是无甲。的面丸，咱盘过节的羊羔基督已经献做圣礼，所以咱毋通用恶毒邪恶的牛甲母，着用纯全真实的无甲饼做祭物来守节。以上今仔日的信息是：拄旧报新迎新年。拄旧报新迎新年，请释牧师来传讲信息。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予我伫新年头、旧年尾的时刻，有机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讲到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台湾的主上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这一年对阮的引带甲带领。主阮知你的信心，每一天拢甲我同在。主即时，我要搁一摆将家己摆列，恳求你的信心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听的甲讲的拢得到帮助。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第2节讲，这个月要正做月份的开始，正做一年的第1个月。这互咱知，以色列人用跋过节这个月正做新年，来纪念因新生活的开始。咱知跋过节是伫纪念甲感谢上帝拯救因的祖先。脱离做奴隶的埃及，正做自由人的生活。伫跋过节的期间，
因必须爱照着旧约律法所规定，每一家拢爱摊羊羔、食羊肉、食苦菜，甲无甲饼，照着安尼来象征除去过去的败坏，而且纪念上帝对因祖先的拯救，同时也要做自我的省察。伫以色列人的传统文化中，每一摆的新年，因一定会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回顾上帝拯救因的祖先出埃及的历史甲意义，同时也反省过去一年家己的心思意念甲言行举止，照着安尼来更新旧的我，搁一摆决志，定心出发。通伫新的一年，为着家己的内在性命起旧换新。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做伙来思考，上帝安怎主动拯救保护咱，以及安怎互咱对旧的我甲歹的习惯中得到更新甲改变。大先，咱先来看跋过节的起旧换新。咱发出埃及记中跋过节的由来。通过圣经记载，甲咱讲，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落咧有430年久。埃及法老王因压迫以色列人做苦工，直到因着过着无自由、受压制的日子。耶和华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哭，就派摩西带领因来离开埃及法老王的统治，到为因备办一个老年甲密的迦南地。一起初，法老王并无答应要互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当上帝连续降落10个灾祸了后，法老王才勉强答应，互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10个灾祸的最后一个，就是上帝差派使者，要杀死所有埃及人的大囝，甲一切精死的头一胎。根据今仔日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的记载，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前一暝，上帝就指示摩西，爱以色列每一家拢爱摊羊羔，而且要将羊羔的血抹伫厝的门框顶悬。伫迄一暝，上帝使者会行遍全埃及，杀死所有的大囝，甲真死的头一胎。总是当上帝使者只要看到厝的门框顶悬，若是有抹羊羔的血记号的，使者就会跋过迄个家，互因的大囝甲真死的头一胎免受害。就伫迄暝，埃及全地所有的大囝甲真死的头一胎，拢无一幸免。只有以色列人的家庭得到保全，所以跋过节就是在纪念以色列人脱离做奴的日子。以色列人只要跋过了这关，就得到生存，打以后就会当真做自由的人。这一暝，对伫所有要离开的以色列人来讲，这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今暝的这关若是无过，因毋是互人杀死，就是继续留伫埃及做奴隶。所以犹太人用真看重这个有关规个民族受拯救的日子。当年伫这个节工，因除了要纪念甲感谢上帝眷顾、保守甲拯救以外，同时因也要庆祝因得到讨饭甲自由。甚至还佫有人将这日看做是犹太人的独立纪念日。所以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拢爱遵守跋过节的传统甲礼仪。伫过年的开始，用纪念上帝拯救，互因告别做奴隶、受压制、受迫害的过去，来迎接得拯救、得讨饭、得自由的新的一年。
煞者咱来看新年的器具外新。兄弟姊妹，通常咱伫过年前，拢会进行厝内，也是讲伫庄下的教会，拢会进行教会的大摒扫。无的确现代人已经袂伫过年前来动员全家，也是动员全教会的会友做伙来大摒扫。即款的传统其实有真深的象征意义呀。即个象征意义就是通过咱动员所有的成员的大摒扫，来除去过去歹的、旧的、垃圾的、毋好的一切，会当用全新、清气、美好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一年的来到。总是即款的器具外新的大摒扫，毋那只是限制伫咱所住的环境甲外在的清气，相反，咱的信仰也不时地提醒着咱，搁较需要进行咱内在生命的大摒扫，通好告别过去的罪恶甲重担，互咱的生命亲像新的同款，清气无瑕疵。心理学家马斯洛伊捌讲，心若改变，你的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就会改变。这也是咱常常讲的，你的性格决定你的命运。是啊，人的内心、人的性格若无改变，就正是咱的环境改变啊，咱的清差无共啊，就会亲像俗语讲的，牛就是牛，牵到北京也是牛啊。也就是讲，人的性格若是无改变，其实真侪代志也拢未改变。总是对咱基督徒来讲，相信耶稣，毋是只讲咱会得到真侪新的美好的事物尔，搁较重要的是咱的内心，是毋是有因为相信耶稣来有所改变？也就是讲，当咱敬拜耶稣了后，咱的内心应该会甲过去的想法、做法甲价值观会有无共，来互咱愿意顺探耶稣的价值观甲做法来改变。亲像以色列人守跋规则同款，是告别旧的过去，要来迎接新的开始。过去咱是缀着家己的心意，选择家己所喜爱的、想要做的来做。或者是咱就是跟着这个世界流行价值观甲潮流来做代志，总是当咱若认捌耶稣、跟着耶稣了后，咱开始会改变，会敏感发现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通欢喜的旨意。当咱有体会到这时，咱就会感觉到。基督徒伫世上所要追求的，是甲一般的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无共。咱愿意互咱的心思意念来更新，去跟着主耶稣的流，毋是去跟着即个世界流行的潮流。咱国内有一位基督徒的出版商。伊将伊的出版社号名叫做主流出版社、主流出版社。伊除了有出版基督徒施与诺的册以外，阁有人物系列，有马街段、青年马街，阁郭俊明牧师娘的册，阁学院丛书、Logos 系列，阁有特别伫内底有一个 Touch 系列。有一本基督教的小说，也就是咱的教会的会友蔡翠莹姊妹所写的《白蛇情缘》等等。这位基督徒出版商伊讲，
伊会将伊的出版社号名做主流，有2个意思啦。第一个是希望伊的出版社会当伫出版界会当引导潮流。另外一个是更较重要的意义，主流就是要做咱主耶稣伊所喜爱的代志，是群体主耶稣的流。毋是群体世界的潮流，所以当咱来群体主的时，互咱对世界潮流变做主耶稣的流，就是主流。咱本来是照着家己的意思，现在是照着主耶稣的旨意。进前是顺家己的心意，现在是顺服主耶稣的心意。互咱的心思意念伫当中更新来变化，互咱的生命产生改变。也就是讲，当咱伫思想、意志、情感上，拢有即款的一个认知甲认同的事，安尼咱才有可能无过去效法即个世界，爱对即个世俗的潮流内面分别做成，才会当知影，而且行出上帝纯全善良、通欢喜的旨意。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0到第80中也讲，我要用现代中文一本华语来读，大家较清楚。要把罪的旧酵除掉，你们才能完全洁净。这样，你们就像没有酵母的新面团。其实你们本应该是没有酵的。我们逾越节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作为牺牲献上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要用旧酵，就是含有邪恶的酵，却要用无酵饼，就是含有纯洁和真理的饼。保罗提醒咱，毋通带着过去的罪恶甲旧的我，进入到新的一年，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清气甲更新。也就是讲，除去旧的我，毋那是为着要得到生命的改变，搁较是爱咱会当活出一个丰盛圣洁的生活。伫上帝保守保护下面，享受真正的自由，这就是咱内在属灵生命的起居化身。这是咱每一个信徒在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应该爱决志甲追求的目标。接着落来，咱要来思考跋过节甲新年的反省。出埃及记12章13节。上帝讲：当我看到这火，我要跋过恁的家。跋过节，英文就是 Passover， 意思就是跋过、跳过。总是现今的以色列人，因称呼跋过节毋是 Passover， 因是用希腊文的披萨。披萨这个字的意思，毋是跋过、跳过。披萨这个字的意思是保护、守卫。那将这个字啊，伫咱的和合本圣经以赛亚书31章第5节，其实就有出现。我要用华语读给大家听。雀鸟怎样3次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伫遮有讲到越门保守，越门就是跋过。不过这个字伫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披萨，也是咱教会所使用的现代中文一本圣经。伫这节圣经在内底就有正确来翻译出来。我要来读以赛亚书31章第5节现代中文一本的圣经，伊讲。咱会当有一个想象画面亲像天色在飞的鸟，
安怎保护伊的囝？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也要安尼保护耶路撒冷。伊要保护、守卫伊、拯救伊，无互伊受害。兄弟姊妹，迄个图片你有想象出来吗？那是咱将披萨这个意思，保护、守卫、拯救无受害，用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12章13节，迄个意思就毋是上帝看到有花厝就甲伊搬过尔咯，毋是安尼哦。意思是啥物？上帝若一看到迄个厝门口顶悬若有火，伊就安那亲像鸟仔铁石，甲伊保护、甲伊守卫、甲伊拯救，无互即个人受害啊！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主动的保护，互一切灾祸会当离咱远远。这也甲咱常常读的诗篇23篇第4节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峡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以及咱拄则主导文中讲的，求你救阮脱离迄个歹的，这拢有异曲同工、相像的意思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知咱人生在世，常常有意外，所以俗语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事实上，意外、危险甲凶恶，基本上是常常出现伫咱的身躯边啊。总是因为咱有上帝主动的保护甲拯救，咱才袂抵到陷落搁较济麻烦中，甚至是咱的性命受到受伤、死亡的威胁。真侪时阵，咱并无用心去注意到上帝对咱的拯救甲保护，掠做咱事事顺利、生活平安，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有记载迦纳的婚礼，这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有一届耶稣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去迦纳参加一个婚礼，这个婚礼举行到一半，酒啉了啊。酒对犹太人的宴席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婚礼。酒啉了啊，是一件会互主人感觉真见笑、无民主的代志。犹太律比犹太老师，甚至有一句话讲：无酒就无欢喜快乐啊！无酒就无欢喜快乐。所以伫婚礼这个欢喜快乐的场合中，酒无啊，是一件互主人家非常无民主、真见笑的代志啊！假使这个新郎若知影，一定会感觉足见笑、足无民主的，甚至有可能会引起着这对新人的婚姻危机啊！就伫这个时阵，玛利亚就请求耶稣来帮忙，耶稣就马上行了一个神迹，将水变做酒，替新郎来解决了这个尴尬无民主的场面。各位，请注意，耶稣伫新郎也毋知影得要发生严重问题之前，主耶稣就已经用伊的恩典，将水变做酒，替新郎解决了这个重大的危机。主耶稣用伊的行动，互咱知，就算咱拢还无明白，也拢还毋知影，咱所爱面对的意外、危险甲凶恶有偌济。主耶稣伊主动用教养的披萨，就是保护、守卫、拯救，无互咱受害。
来赢过咱生活中的意外、危险甲凶恶。兄弟姊妹，毋知咱捌想过无？有时咱也未为着所要发生的意外、危险甲凶恶来祈祷的时，上帝就已经保护、守卫、拯救，无互咱受害啊！就亲像迦纳婚礼中的这位新郎，伊根本就毋知影伊的婚礼，特别因为无酒啊，就要来发生大麻烦。这位新郎，伊连祈祷拢无，主耶稣就主动替伊来解决伊的麻烦。请问，伫咱的生活中，咱无祈求上帝，就得到保守甲看顾的情形，是少还是多啊？第位牧师要甲大家讲，亲像即款的情形，伫咱的生活中应该是真济啊，只是咱拢无注意到。简单句来讲，无的确是因为牧师的年纪啊，愈来愈年长，头毛拢白啊，愈来愈感觉每一天啊，若是会当真顺利吼，吃喝拉撒睡，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毋知咱有每一天为着家己的吃喝拉撒睡，会当顺利来祈祷过吗？或者是亲像今仔日，咱会当平平安安坐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上帝真大的恩典。咱大部分的人今仔日要出门前，应该拢无伫祈祷中特别祈求上帝保守咱，行伫路里毋好跌倒，毋好拄着意外，毋好拄着有车祸的发生等等。第位，咱虽然无安尼祈祷，上帝伊犹原是主动来保守咱，无跌倒，无拄着意外车祸啊！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是一位主动用伊的恩典包围咱的上帝，伊比咱所想象的更较有恩典。新的一年，互咱回顾过去的日子，上帝常常主动互咱闪避了生活中的意外、危险甲凶恶，所以咱就爱常常提醒咱家己，生活平安顺利，互咱免受患难的，是替咱的上帝主动的帮助甲保守。通过圣经，互咱知以色列人因将出埃及这个历史的事件，变成一个节期、一种的仪式，来做以因有跋过节。因要跋过节的目的是啥物？第一，毋那是爱以色列人清楚知影，因得到拯救、得到自由的历史事件是安怎来发生的。第二个，伊更较爱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拢会当通过节期仪式去纪念因的民族得到拯救的历史事件。第位，通过节期的仪式化，互历史事件诚做毋是单一，只会当经历过一摆的事件。通过节期的仪式化，互即个历史的事件毋是诚做单一，或者是只有因的祖先经历过一摆的事件。这是以色列人因世世代代拢会当通过即个仪式化所包含的文化象征，搁一摆来体验即个历史的事件的经历甲意义。也就是讲，圣经的记载，并毋是简单的以色列人记牢上帝拯救。圣经的记载，搁较爱以色列人会当带着一份的纪念，带着一份的仪式感，互即个历史的事件、民族的经验，诚做因每一年充满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甲生活中的仪式，
来提醒因伫生活中上帝保守甲拯救。兄弟姊妹，跋过节可能就是一年庆祝一摆。佮对咱基督徒来讲，咱也无得庆祝跋过节。但是上帝保护甲拯救，是需要咱常常伫生活中来纪念。新的一年的开始，互咱重新拾起失落的仪式感。佮一摆伫咱的生活中，通过仪式咱设立一个仪式感，去发现上帝的撇撒。保护、守卫、拯救无受害，或者是讲通过每日咱甲主亲近、每礼拜敬拜上帝，甲每年的节期反省等等的仪式感，来体会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影响。有时烦恼无确定的生活中，互咱找到快乐甲鼓励，看见主的呼召甲方向。帮助咱每一天勇敢迎接新的未来。兄弟姊妹，当咱做伙开启旧换新迎新年，除旧布新迎新年的时，牧师要鼓励大家会当建立信仰的习惯甲目标，来通过咱实践者的信仰的习惯甲目标，加做咱生活中的仪式感。来提醒咱，纪念上帝的撇撒，保护、拯救、守卫，互咱无受害。所以，通过以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仪式，帮助咱更较进一步来亲近上帝，体会伊带互咱的新生命。第一，每日咱会当固定的时间读圣经甲祈祷，而且伫要困之前。至少为着今仔日的一件代志，咱来感谢上帝。借着上帝的话甲祈祷来装备咱的心灵，互咱对上帝遐领受智慧甲快乐，也帮助咱更较敏感来体会上帝伫咱生命的稳定。第二，每周每礼拜，咱来坚持守主日礼拜。而且伫周间，咱爱为着教会事工，或者是咱会当来参加教会拜师暗的祈祷会。无论生活有安尼无用，互咱用敬拜上帝的心来归荣光互上帝，定心得到快乐，借着祈祷来支持教会逐项的事工，互咱所有的相连人更较团结，彼此成长。第三。每个月，咱来实行、遵行上帝所讲的11奉献。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互咱更较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手赐的。互咱学习回应上帝的恩典，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第四，每年至少引带一个人信主。伫咱的生活中，互咱会当活出主美好的见证，互咱身躯边的人会当看见上帝的疼甲恩典，加做上帝祝福人的管道。愿咱伫新的一年中，通过实践者的信仰的习惯甲目标，这毋但是外在行动，更较是咱内在生命的起居活新。这个习惯甲目标，加做咱生活的仪式感，会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更较亲密，也会互咱更较体会到上帝伫咱生活中主动的撇撒、保护、守卫、拯救，无互咱受害，而且带领咱进入生命的自由甲丰盛。愿主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我要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因为阮知阮无完全，阮伫过去的日子中也常常来得罪你得罪人。
主总是你无放弃阮，你犹原要鼓励阮，继续伫阮的生活的内面，常常甲你亲近，通过每日、每礼拜、每个月、每年，阮所做的这一切，会当互阮知影，阮结连伫你。主啊，就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通过这个仪式感，互阮知你伫阮的生命做工。主着恳求你的信心继续引带带领阮，互我愿意伫新的一年将家己献就，互你来使用。主你伫生活的中间不时来更新改变阮，主你的信心加做阮的保护师，引带带领阮，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互你来欢喜。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释牧师所传达真宝贵的信息，嘛帮助咱算效上帝伫过去一冬，互咱的恩典，嘛会当互咱会当伫新的一冬，伫咱的生活建立仪式感，来搁较深的经历上帝。即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381首，日月哪所哪水得流，381首。日月哪所哪水得流，请起立吟全首。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这时，请咱起立做奉献的祈祷。向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会供应有够阮每一天的所用，感谢你，互阮会当奉献。阮所献的会当成做你所事工的路用，嘛会当成做你国度会讲，互足侪人搁较得到祝福。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呼吁兄弟共同为总会传道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传道事工来关心、参与、带导甲奉献。农历春节的事工，1月26就是后主日，因为是旧历年春节的连假，所以伫主日的第4场礼拜合并伫上午的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请兄弟注意时间来参加。伫迄天的主日2的直播甲翻译拢暂停，儿童主日2甲成人主日2嘛拢暂停。新春全家福感恩礼拜，1月29是拜三，是过年的初一，上午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礼拜中特别邀请有志参与伫献唱，咱就来吟诗，请伫迄天的早起10点伫10楼的礼拜堂参加练唱，嘛欢迎兄弟甲小组甲家庭做单位会当参加。伫诗歌的分享，请伫即礼拜即主日中昼进前，甲郭怡勋干事来报名，会当方便伫定时的安排。除夕围炉家庭礼拜，除夕围炉家庭礼拜的程序单放伫10楼走廊的桌顶，请兄弟来摕1号1张。若是有需要，会当家己来影印嘛会当用扫描伫官网顶悬拢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消息，伫相连社会社福慈善事业基金会，想要伫过年前提供一份的年菜，互新庄淡水三芝泰山独居弱势的长者。会当互因感受到大家的关心甲祝福。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消息，目前咧目前所需要的年菜每一份所有爱拢总拍算要募集194份，每一份1500块，拍算要募29万1000块，捐款无限金额，所以邀请大家做伙来关怀独居的弱势长辈。现金捐款请会当甲教会教老的办公室来联系汇款的详细的资讯会当伫教会的公布栏顶悬看会到。历史上的常年，
历史文物小组甲团部委员会合作的历史上的上链的客话案，每个月会有一支的影片，介绍上链历史上的特别的日子甲事件，互兄姐搁较热烈来教会，请兄姐做伙来欣赏一段影片。历史上的双年，1月，1918年1月20日，选出首任长职。1918年1月，1月6日，大稻埕教会的郭希信牧师前来双连教会举行圣礼典，接纳7名成人领圣餐，为5名婴儿施洗，并且接纳51名信徒。由其他教会转籍到双连教会。1月20日，双连教会选出首任的长职，其中长老有2名，就是陈两顾长老和李长青长老；执事有1名，就是陈树执事，并且在2月3日举行设立的典礼。同一年的3月13日。双连教会就正式成为自立的堂会，并且由宣教师吴威廉牧师担任首任的小会议长。这2位长老都有很特别的人生经历。陈两顾长老属于北部基督教有名的陈云燕家族，是双连教会首任牧师陈希圳牧师的父亲，原为基隆瑞芳人。根据他的外孙郭俊雄长老的口述，外公是因为全家大火而产业尽失，于是毅然决然与妻子林来豪女士迁居台北市，最后落脚在双连，不仅重建酿酒的事业，并且全家3代人成为双连教会长久忠心的好同工。同属李帮助牧师家族的李长兴长老，是马街医院的第1任药局长，不仅自己任职长老，也参与乐生院的事工。他的夫人陈憨木毕业于淡水女学堂，是双连教会第1位女性的长老。从她之后，就有更多的女性同工担任长职。他们的4女儿则为李明安牧师，她是双连幼稚园第1届毕业生，也是台湾第3位封牧的女性牧师。多年以后，人们提起这段历史，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为教会付出的前辈们。双连教会能有今天，是因为这些长职、牧者、同工们无私的奉献。也是因为信仰的力量，从小小的火苗点燃整个社区，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接下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的手头无新朋友的留名卡，毋知咱中间有第1届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伫遮无？有无？好，咱只是来牧养代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是疼叹也主动保护守卫阮的上帝，主阮只是特别为了阮的国家摆伫你的面前，主伫立法院的乱象，主阮恳求你伫这混乱的中间，上帝你要亲自来做工，主互这个危机加做台湾国家的出口，主阮相信你会亲自来改变这一切。互各国政党真正是会当用心来听即块土地，阮的国家甲即土地顶悬的所有的百姓。主，阮要将阮的国家的前途交伫你的手。
主，我嘛要搁一届将阮的教会交托仰望伫主的手。主，恳求你来使用上联教会，互每一个信徒拢会当诚做福音的出口，而且会当伫逐所在为主做水的见证。主，你的信心改变阮，也引带阮，特别伫新的一年的开始，互阮决志，将家己献就，诚做活活的祭献互上帝来使用。主，伫新的一年，阮要看见上帝，你使用上联教会每一个人。主，你嘛要使用阮的安养中心、阮的幼儿园、阮的社会福利园区，以及阮的三级分堂甲新增分堂。主，阮相信上帝，你家己要兴起阮，诚做济社区的一个愿望，甲上帝你的听一个记号伫迄个所在。主啊，阮要继续将阮中间兄弟姊妹，若有身躯白痛，也是心灵有艰苦软弱的，恳求你医治，恳求你透放。主，你家己亲自陪伴因，也互因感受到周围人的疼。主啊，你互因有信心，相信上帝引带阮所有的一切。主，因为你就是用疼来包围阮的上帝，就求阮带着即款的信心，继续往前行。有上帝你甲阮伫地。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咱要起立来吟祝福诗，愿主赐福保护你513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新的年要开始的时，愿咱起居换新，转到咱的厝，互信心来引带咱所做的，互主得到荣光，互人得到利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叹、信心的感动，甲恁众人相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密道声温，共受切恳。